最近柬埔寨因为人口买卖诈骗的代志，互有名化，也毋过有一寡了解，嘛长期关心柬埔寨台湾人，就出面呼吁台湾民众，卖当来看到这国家真实的一面，咱做伙来了解。最近柬埔寨人口贩运甲诈骗的代志，引起网络顶悬真侪人的讨论。根据数据公司的统计，目前伫网络顶面甲柬埔寨相关的字数，大部分拢是负面的。过去可能跟柬埔寨比较相关，可能是跟旅游有关系的。最近有关于柬埔寨的相关的讨论当中啊，最热门的字眼可能就是诈骗。数据公司总监林启耀表示，现主是柬埔寨相关代志的分享数一天会冲破2万，已经比林立坚论文案搁较侪。这个负面的分享，看伫长期关心柬埔寨的摄影师显眼来是感觉真艰苦。我们希望大家能对东南亚的人跟风土民情、他们的习惯有更深一点的了解，这样子隔阂才会变少嘛。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，它其实基本上是直接又撕裂了2个族群。Hank 伫柬埔寨摄影甲开民宿特别10档，伫伊的相片内底会使看到柬埔寨的自然生态、历史文化甲当地居民简单平凡的生活。我会希望大家了解，我们并不是一昧的在替柬埔寨护航，而是这个国家政府它有它的责任在，绝对有，但是不应该祸及这个地方的人民。网络媒体报道者最近嘛出相关的调查报道，采访的记者但应伊讲，即马大家拢讲卖去柬埔寨，但是安尼做无法度根本预防人口贩运。因为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其实会一直的改变。今天大家说好不要去柬埔寨，他可能就可以去泰国，可能就把人送到缅甸去，他并不会真的去降低或是阻止这个人口贩运产业链的继续的滋生。嘛捌住过柬埔寨年外的陈英仪表示，大家唔通以偏概全，这个国家也阁有真侪甲咱同款拍拼过生活的平凡老百姓。记者林志豪、谢桂林综合报道。